食饭时间，手路菜要带大家食无共的手路料理，来看到即马正新的11月，都有饭店开放，互人自问围炉菜。这一届真有特别，这是甲台湾菜，也有西洋菜合作伙。新的菜色叫做乌香螺地方鸭，都要传3点钟，先烘再过翕，做变做金仔色的烘鸭。另外，有饭店甲过去20档做围炉菜的经验，变做真有路的手路菜，炸转去拢袂走味，要招消费者来食看卖。 烘甲金车的鸭，用刀一个甲切落去，还佫会当听到迄落脆脆的声音。刷落去，佫甲放香螺片，佫甲淋即落特chế的香螺酱汁，片就是安尼香滚滚，互人安尼演熟熟。烤大概差不多45分钟这样拿出来，白饭啊。 普洱啊、菊花啊、砂糖啊，来熏它。这落乌香螺地方鸭，上少都要做咧3点钟。饭店来杀出这款会当买当厝的年菜，佫有新加坡卖片虾、海鲜喷菜，逐路拢足啥人想要紧来去甲买。家人比较多嘛，所以大家一起来吃的话，其实会对围炉会比较方便。过年去采买东西也是蛮麻烦的啦，所以基本上就是饭店如果采买的话，就是方便又快速。带年菜的确是一种趋势，因为其实在大菜的准备上面的确有它的困难度。这是乡村现代人较无闲，若是放假的时阵，就想讲要好好啊甲送人一个。 这落卖年菜包办的市场，嘛来正做大家拢要抢的商机。以套餐来讲的话，大概约加起来到将近500组。这间有20年经验做年菜的饭店，逐路年菜拢是刀子师伊安尼看景的，保证互你买当厝了后拢袂走味去。亲像这个樱桃鸭香牛腱子豆起来的这款风韵绿喜豆盘，还佫有新出头金沙大虾和花枝虾排，会使讲是好食够芳开，佫有看头。也那另外一间饭店，伊是杀出这款较适合小家庭的鱼白鱼海陆火锅餐，这款的是较幼儿细路，毋过逐项拢有。明年的过年有较早到，业者紧来杀出这个好料的，要来请消费者紧来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